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到14节，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灵复苏。耶稣基督告诉尼哥底母说要重生，可是尼哥底母以为是肉体上的，所以他就说哪有可能重新回到母腹呢？重生在基督信仰角度看来是一个圣灵的，因为基督信仰所谈的就是圣灵。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以西结先知的预言，对于一个如同充满了尸骨的山谷来讲，没有盼望的人，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。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到14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孤苦的复苏，上主的大能临到我，他的灵带我到山谷中，那山谷到处都是骸骨。他带我走遍山谷，我看见山谷里堆满了极其枯干的骸骨。他对我说：必朽的人啊，这些骨头能再活过来吗？我回答：至高的上主啊，只有你才知道。他说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，告诉枯骨要听上主的话，要告诉他们，我至高的上主对他们说，我要吹一股气进你们里面，使你们再活过来。我要使你们生筋长肉，包上一层皮。我要吹一股气进入你们里面，使你们再活过来。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于是我遵照上主的命令说预言，正说的时候，我听见了瑟瑟的声音，一阵骚动，骸骨彼此连结起来。我看的时候，骸骨开始生筋长肉，包上一层皮，但是躯体没有呼吸。上主对我说：必朽的人啊，你要向风说预言，告诉他，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，从四面八方吹来，吹进这些躯体，使他们活过来。于是我遵照上主的命令说预言，气进入躯体，躯体就活过来，站立起来，他们的数目多得足够编成军队。上主对我说：必朽的人啊，以色列人正像这些尸体，他们认为自己非常的枯干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前途。所以你要向我的子民以色列说预言，告诉他们，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：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，把你们带出来，领你们回到以色列本土。我打开你们的坟墓，领你们出来以后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我要把我的气息吹进你们里面，使你们再活过来，让你们住在自己的土地上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了。我说的一定实行，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从骨头，从筋肉，从皮肤一个一个的恢复，但却仍然没有气息生命。就如同上帝在创造亚当，有了躯体却没有生命。后来上帝向着亚当吹了一口气，这气原文是上帝的灵，亚当因此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同样的，以西结先知也告诉我们，上帝的灵进入了这些尸骨，恢复有筋肉、有皮肤的躯体，人就有了生命。
耶稣基督被捕、受审、被定之后，门徒们就失去了信心，成了没有盼望的人。他们的灵已经死了。但是耶稣基督显现，就是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，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13节。经文说，耶稣向门徒显现。星期日的晚上，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，门紧紧地关着，因为他们怕犹太人的领袖。那时候耶稣显现，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他就把自己的手和肋旁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了主，非常欢喜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正如父亲差遣了我，我照样差遣了你们。说完这话，他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领受圣灵吧。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；你们不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不得赦免。耶稣基督的显现告诉门徒们：愿你们平安。那是因为他们失望，他们害怕，他们没有真正的平安。不但如此，耶稣基督又对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：领受圣灵吧。他们就从死心当中那种死骨头得了生命之源，灵就被复苏，就复活了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。上主啊，你的创造繁多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智慧的果实。遍地充满了你的造物，有汪洋大海，住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。船只往来航行，你所造的海兽游戏其中，他们都倚靠你，靠你按时供给食物。你给了他们，他们便吃；你赐食物，他们便得饱足。你走开，他们就惊慌；你收回气息，他们就死亡，归回尘土。但你向他们吹气，他们便生存。你使大地得以更新。愿上主荣耀永远长存。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创造。他俯视大地，地便颤抖；他触摸群山，山便冒烟。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上主，我有生之日要歌颂赞美我的上帝。愿他喜欢我的诗歌，我的喜乐从他而来。愿罪人从地上消灭，愿邪恶的人不再出现。我的灵啊，我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主怜悯我们，知道我们的软弱与欠缺，赐给我们救恩。借着耶稣基督的灵，使我们的灵得到复苏。求主帮助我们各家的火热服侍，爱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